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去深水埗配水庫導賞遊，同埋去沙田帝逸酒店食巴士迷自助晚餐。參觀配水庫係免費嘅，如果平日參觀應該唔係好多人，唔使預約都得。不過週末、週日或者公眾假期去，我建議大家都係做咗預約先，因為做咗預約就唔使排隊啊嘛。參加咗導賞團嘅朋友，佢哋嘅集合地點就係喺深水埗聖方濟各英文小學巴域街旁邊。出發前，導賞員會派我哋每人一條手帶，方便入場。齊人之後，導賞員就會帶住我哋跟住呢條路上配水庫啦。上配水庫呢一條路大概有300幾級樓梯，大概用咗8分鐘左右就到咗啦。配水庫嘅規定上限人數係100人，參加咗導賞團嘅朋友就可以優先入場，餘下嘅名額就按排隊嘅先到先得嘅方法咁輪流入場啦。導賞員會每人派一個耳機，方便我哋聽清楚佢講解配水庫嘅歷史同埋各方面嘅資料。話晒呢度都係1級歷史建築，如果大家有機會，我建議大家都嚟睇下。整個導賞團大概90分鐘，參觀完之後仲會收到佢哋一份紀念品。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心嘅，上落山嘅樓梯有少少窄，大家要注意啊。跟住我就去咗沙田帝逸酒店去食佢哋嘅期間限定巴士迷自助晚餐啦。聽講呢個期間限定係去到今年6月30號㗎。如果喺佢哋嘅官網訂呢，個價錢就貴啲。我就通過 Klook 去訂，4個人大概2400幾，平均每個人大概600蚊左右啦。配合巴士呢一個主題，喺室外擺咗一架單層巴士，可以俾大家影相打卡。另外，佢仲有一個兒童嘅斜滑梯，可以俾小朋友玩。其實佢仲有賽車 game 㗎，真係又有得食又有得玩啊！呢度嘅環境好好，食物款式亦都好多，有美國生蠔啦、長腳蟹、龍蝦、刺身、鵝肝、片皮鴨、乳豬，好多嘢食㗎。
呢度啲食物嘅味道都唔錯，600蚊一個人，我覺得性價比都好高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都嚟試下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